隔离衣，然后面罩，然后口罩，然后加上手套这样。那清消的话，我在出发前会做一些清理，然后在客户上车之前也会做一次那个身体的那个清消，然后再让他们上车，然后下车之后还会再做一次。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随着春节将至，返乡人潮逐渐涌现国门，考量国外返乡旅客增多，台南市政府特别提升预备防疫计程车的量能，来因应接驳，并提供司机们充足的防疫配备，以及特别贴上防疫计程车的标志，让一般乘客可以认清标志，防止搭错车。共同守护市民的健康，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借着这个防疫即将进入春节返乡人潮的高峰的时候，那我们来这个检视我们的防疫车队。那计程车的防疫车队，其实我们觉得在台南来讲因为我们现在的防疫旅馆住宿率已经突破80%了所以说表示春节返乡的人也蛮多的。目前为止，疫情来讲，已经好像看起来有点升温了我们更需要特别小心的检视这个事情。那防疫车队对于返乡的民众来讲，现在变成必要的那返乡的民众要去居家检疫，或者是去检疫旅馆，或者去集中检疫所，都是需要防疫车队来帮忙。因此呢，我们台南市特别把防疫车队要扩充到最高可以有100部的计程车，防疫计程车参与。目前为止，所以这个常态性的运转大概65部到80部。那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样子的一个防疫量能的扩充，一方面让我们的驾驶他们也能够这个熟稔这个防疫的规定跟 SOP 的操作；另一方面，让我们的乘客也可以看到这个防疫计程车队它的标章是怎么样。那这个防疫计程车是不能搭载一般乘客的，因此呢，我们也非常感谢驾驶的这个帮忙跟配合，那能够让我们防疫能够在更安全的状况下，能够完成整个的检疫的动作，也让民众更加安心，过一个更健康安全的好年。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1月17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台南购物节活动到达发票订阅金额已经超过84亿，所市府者嘛要抽第2档的新厝，由台南2大不动产开发公会联手提供1户市价超过880万的新厝来抽奖，希望带动后一波来台南消费力。这栋位于安南区高湖那中卫区，嘛是电市集团示范社区的大楼，其中1户3房31.6平新厝，不管采光、价格、加建材拢真讲究。建商表示，加上交通加环境优势，市价已经超过880万。之前就有送过一次所谓一个豪宅，那这一次也是由2个工会选中这个标的。那这个标的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它位于我们台南唯一的一个立建筑的一个示范重划区。那这个重划区不但是台南唯一也是我们全国首座第一环境的重划区。据说台南2大不动产公会为了响应中央5倍券甲台南购物节联手管出来，嘛互购物节的抽奖增加到2间新厝。商务市场每天都要亲临见证，嘛致敬建商感谢中，欢迎全台民众拢来台南旅游消费，只要满100块就有机会成为这间厝的主人。去年我们台南购物节的这个总抽奖参加抽奖的金额高达66亿又800万，今年已经早就突破那个数字了。那所以到现在为止已经84亿了。那我想这个抽房子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媒介哈。那但是最重要的第一个，购物节本身它的内容要好，也就是说许许多的好物、许许多多的美食、许许多的住宿或者许许多的优质的旅游行程，都值得大家一来再来。然后里面的东西也都很好，那值得大家一买再买。第二个，它豪宅本身，我们不是这个预售屋，我们不是这个随随便便找一个，都是精挑细选，找到一个非常优质的这个房子。根据统计，台南购物节停留的金额已经超过84亿。台南嘛是第一个祭出消费抽新厝的城市，嘛引发其他县市对咧用抽厝来刺激消费。警方局表示，购物节发票停留的截止日期是3月5号，两间全新的厝3月12号嘛将伫省境outlet的豪华广场正式抽奖。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台南市警察局因为2位副局长退休，配合内政部发布各界主管的职务调整，包括原警察局主秘张树德调升副局长等等，总共有14位的新官上任，在7月上午正式举行交接。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卸任的分局长联合交接典礼，17号下午伫警察局的大礼堂举行，由副市长赵清惠主持，并且感告。于是已至诚，恪遵国家法令，尽忠职守，报效国家，不浪费公帑，不滥用人员，不营私舞弊，不受贿赂。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请示。这届新就任的包括2位副局长张树德甲张春波，另外主任秘书甲督察长嘛拢换人。新任的主任秘书由原新竹县警察局长吴敬田来接任，督察长则是由原苗栗县警察局长周焕生来接任。另外包括永康、善化、麻豆等总共10个分局长嘛拢对咧调动。副市长除了感谢警察同仁对着治安甲交通的付出，另外嘛提出3点的勉励。王市长重视持续减速非法，净化治安。纵观去年全市整体治安的面貌，不仅在全班的刑事暴力、窃盗及诈骗犯罪发生数减少，全班刑案破获率也明显提升到98.46%，其中打诈绩效更连续3年获得6都第一，与超商金融机构联手阻拦诈骗的件数3年以来6都最佳，阻诈成效非常的优异，使本市堪称最难诈骗的城市，在此特别提出加勉。此外，市民对于治安满意度逐年的提高，与警察局强力肃贪暴力犯罪有关。经统计，本市暴力犯罪案件去年的件数也较前年大幅减少31件，发生件数6都最低。枪击案件发生数较去年减少6件，破获率更高达100%，显见警察局防治暴力的成效与决心。下午的联合交接，除了副市长赵清惠，另外嘛有1位的民意代表、议员以及警友会同仁共同出席，场面隆重。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由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丁结合各界所举办的爱心公益活动，已经连续11档。今年各得到议长甲7位议员的响应，扩大办理。16号上午，分别伫北区等4个区域同步发送物资，总共超过4500户受惠。由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怡丁联合服务处共同发起的寒冬送暖、关怀弱势的活动。今年更加扩大服务，选伫中西区的湘潭市，而且结合府城公庙、村人的会校，包括社团法人、台湾省会计师公会、培正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等真侪善心企业社团拢到场收听。非常感谢啦吼，咱会计师公会，还有我们潘董吼，就是培正基金会跟我们同心协会一起来合办吼这样的一个活动，还有陈家道基金会，那我们都希望说用一个大家抛砖引玉的方式，结合更多人的力量，来结合这些物资，让我们所有在寒冬
冬的时候，过年前，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能感受到我们社会对他们的关心跟关怀，也希望说可以结合更多的力量，让他们的这个过年的一些物资能够更加的充足。刚好我们选的这个日子哦，因为我们这个服处刚好在府城隍庙的对面，那其实没有不约而同哈，跟我们府城隍庙刚好有一个串联，那他们每一年都有这个春联挥毫的这个活动哈，那刚好今年我们的寒冬送暖串联我们府城隍庙这个春联的这个撰写哈，让所有的民众除了呢可以领这个低收入物资以外呢，还可以拿个春联哦，那回家过个好年。那也希望抛砖引玉，让所有的弱势朋友都能够感受社会的爱心，能够过个好年。除了善心企业甲社团的小厅，另外议长郭信良甲议员蔡宏全、周丽珍甲吴通良，嘛拢加入做公益，分别伫各选区的服务处、干部来发送爱心的物资，总计超过4500户的受惠，希望照顾弱势族群会用过一个好年。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由议长郭信良结合善心企业甲社团共同发送2种爱心的物资，16号上午伫安南区服务处举行，现场除了发送日常用品、白米，也有义诊甲免费写春联，希望帮助低收入户过一个好年冬。为了帮助弱势过好年，由台南市议长郭信良结合订立爱心会，每年伫岁末年终，拢会伫安南区的服务处来发送物资。今年已经连续第19档来举办敬礼的活动，结合善心企业的爱心物资，希望用实际的行动帮助低收入户来过好年。今年已经连续第19年发放物资哦，那非常感谢牛头牌。沙拉酱还有林秋山今年的第一次加入我们的行列，还有很多的好第一食品，很多社会赞助的单位。那这19年已经发放了将近6000万的物资，包括棺木，包括收买哈。那非常谢谢大家。那今年安南区的地收将近1000位，那我们特别的举办了义检，还有整个瓦拉腾海当银牙汤，还有我们包括在做流感。X 光的检查，还有写春联，还有包括呢这段时间如果咱等了上久，咱搁加一个团来遮，互因感觉心情较轻松。希望这个活动会当带人加减减，度过一个快乐的年。议长郭信良表示，订立爱心会对民国92年成立，长期以来协助弱势丧葬事宜，有几来佮帮助来管米助贫，19年来订做超过5000多班。白米将近36万5千斤，现场还有免费的义诊加写春联，以及衫甲鞋的免费小送。服务处当时也准备汤圆甲圆仔汤，让民众来品尝。现场充满过年热闹的气氛。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先客问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位于瓜田区的文化自然教育园区将于1月15号开播。开播当天，嘛邀请纸风车剧团、街头艺人表演等等，甲市民共同见证园区再现风华。龙田恰恰文化自然教育园区历经多年的设计规划，将于伫今年1月15日正式开幕启用。这座过去是台铁、糖铁、盐铁、水铁4铁共构的园区。总共投入2亿3000多万经费，打造全国上大的嘉南大圳主题式沉浸剧场、活动式场地、公共艺术以及专业的台南考古中心。这个地方占地1.7公顷，然后投注了将近2亿3000万的这个经费，主要是做什么呢？主要有几个主要的亮点。第一个，它是全台湾为4铁共构。什么叫4铁共构？就台铁、糖铁、盐铁，台盐的铁路、盐业铁路，还有水铁，就是从乌山头水库下来的这个水道哈。那我们修筑一项，当初盖水库的时候有一个水铁。
所以说这四铁事实上是在这边园区里面有非常好的这个陈列。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全国最大的沉浸式剧场。那这样子的一个沉浸式剧场，除了可以了解我们这个文化园区它的环场之外呢，也可以了解说当初对于这个园区内的许许多多的文化遗址，还有它的一个这个建设的一个了解。我想说今天来了非常多的乡亲朋友，还有很多的观光客，大家一起来共同迎接我们新的文化亮点在龙田，而且它最大的一个优势之一那它离龙田火车站很近，走路的距离就可以到了，所以欢迎大家来这个文化资产教育园区，欢迎大家来龙田，欢迎大家来台南。目前在园区内有水路拍庆果、地景跳格子、大圳混音场三大多媒体游戏活动场地，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做伙来出游。不好意思哦，抱歉。挡住不用拍，挡住就好，这样挡住。龙田车车文化资产教育园区位伫咧龙田车站出站到外，步行2分钟就当到位。为欢庆开幕，市府15日更邀请到亲子家庭上喜爱的纸风车剧团来表演，让大家度过一个欢喜又趣味的周末假期。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成立满42周年的西区扶轮社，长期以来救助弱势。20年前，由议员洪玉峰媒合，每一档都会救助各县学生清寒助学金。17月上午，伫议员蔡淑惠主持，西区扶轮社特别捐赠15万的善款，予协进甲丽林各校的清寒学童，场面相当温馨。成立满42周年的西区扶轮社。伫个现任社长宣耀斌的带领，包括前后任的社长、秘书甲侪位社友，上午伫个议员蔡淑惠的主持，总共捐赠15万的善款，予西区的协进甲北区的丽林国小清寒学童，由2校的校长王念琪甲王富梅代表接收，并且回敬感谢状。我们很感谢我们台南市西区扶轮社。它已经延续了将近20年，持续捐赠我们西区、北区的国小哈。那今年我们一直长期以来将近20年，协进国小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捐赠的一个学校。那我们今年因为我们有一些我们的社员哈，我们的前社长他是丽人国小毕业，所以丽人国小在这1-2年也是我们西区扶轮社一个关心的一个学校之一哈。那今年捐赠给我们协进国小有29位学童，在丽人国小有21位学童，每一位学童都有3000块的奖助学金。我们期许说学童能够努力的向学哈，希望在未来你们长大以后，如果有一天一样很有成就，就可以帮助比较弱势的人。然后这是我们的想法，希望在今天这个活动中间，这个活动能给各位鼓舞、鼓励。议员蔡淑惠表示，西区扶轮社社员拢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伫个事业有成以后回馈社会。20年前，透过议员洪玉峰的媒合，帮助西区的国小学童，近年来更加扩展到北区的丽林国小。议员希望这项的善行会用持续发光，并且向下来扎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北区区公所甲开基阳江合办年前的新春活动，今日来到第3档，现场除了有大公各小国家团的精彩表演，也邀请6位书法家现场写春联小送，场面热烈。1月17号上午9点到12点，伫咧开基玉皇宫的庙埕，由北区区公所甲开基玉皇宫所共同来主办的春联挥毫庆新春暨镇北学堂的成果展的活动。活动一开始由大公国小国乐团用好听的歌曲来替大家扭开活动的序幕。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吼！咱即摆伫个现场就是咱开启玉皇宫的庙埕哦。那拄则有听到咱的国家的声音，就是讲咱大公国小吼，伫咱郭校长带领下哦，来到咱的现场来做一个表演哦。啊，即几天吼，真感谢咱开启玉皇宫对咱正北学堂的赞助交支持哦。啊，所以今仔日。就是咱开启皇宫，咱的现场会好，啊，搁咱的正北学堂的成果展，哦，那今年搁特别无同的，就是咱有特别请到咱的吴文静老师吼，来到遮甲咱教纸编啊、虎爷编塑，哦，所以今仔日嘛有做一个辛苦的展示，啊，伫个遮呢嘛真欢喜吼，来感谢咱庙的这边的支持，那。祝大家未来新的一年吼，咱虎虎生风啊，行路风，大家事业人生拢成功。今年活动除了有邀请6位书法家伫现场手写无同风格的春联，提供予民众免费领取以外，正北学堂嘛开生活美学、艺文相关的课程，透过即摆活动，会当予学生的作品有发挥的空间。把咱5000年来传统文化的一个精髓，哦，甲落实落来。因为这西化的过程就是讲。啊，社会环境大家咧变迁也紧哦，就业也无方便啦，就学啦，所以一寡咱即个好的优良的传统啊，慢慢会把一日无去啦。啊，像今仔日咱天公庙咱也无啥物产品啊，咱有的就是讲信用啊，甲即个哦来要安怎哦，即个社会当个和谐啊，过来进步。哦，啊，像讲今仔咱这老师啦吼，10几名的老师，伊这一字一画一笔来写出这门联来送互大家，哦，大家摕到这讲的讲。你下一年，我会当讲，过来更较好袂？因为这个疫情确实冲击咱的社会非常大啦。哦，像讲有的就业出问题啦，吼，啊有的先债务啦，吼，伊慢慢的一日歹去啊，歹起来了，当时啊坠落伫迄个贫穷线以下啦，吼。你看这个囡仔，头拄仔我讲像即个大光国校这校长啊，伊也做热心嘛，吼，啊伊就是讲伊咧额外时间，伊会当去举办这个。办一寡即个运动也好啦，音乐也好啦，像这古典学了啊，音乐也好，啊来，或者囡仔伊以后咧，我甲看伊嘛好啊，去传授吼伊遐后代啊，来带动遐后代有一个较良质的一个生活啊。北区区长李煌新，佮有玉皇宫的主委涂大松，拢希望当继续甲安尼活动传承落去。透过公部门甲私部门的合作，提供市民多元的课程，努力让北区成为宜居的好所在。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了挑战疫情过后的国际观光商机，市府观光旅游局推荐美食、文化创意等造景业者的好米，前往马来西亚展开台南甲槟城这两个城市的产业文化交流。为了将台南的特色美食甲文化创意等产品推荐予马来西亚槟城，市府观光旅游局精选造景业者的产品，先透过视讯连线方式进行两次交流的开幕式。会中副市长赵清惠以小介有台南味的产品，希望加深马来西亚游客印象。等待疫情控制过后，买当来台南观光选卖。虽然我们现在防疫期间没有办法到槟城去，他们也比较没有机会到台湾的台南来，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所谓100年以上的城市哈，槟城跟台南的包括老房子，我们也曾经这个老屋新力的这个协会也曾经到槟城去帮他们做一些老屋新建上面的一些交流活动。那这一次特别在美食的部分做了很多互相的这个交流往来。据我了解，槟城甲咱台南主要竞争力之一，拢是美食甲文化。乃当看出咱台南超前部署，抢占疫情过后国际旅游市场的用心。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月17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